2024年8月，我開始感到身體唔舒服，有咳，後嚟發覺練聖經練到一半唔夠氣，咁就睇醫生，但經醫生確診我患咗第4期肺癌，都已經擴散咗，另外已經有半邊已經擴散到另一邊肺，肺積水嘅問題呢都嚴重嘅。感謝天主，呢段期間我唔係覺得好辛苦，仲好生猛咁樣返緊工㗎。我已經係我哋屋企第3個成員患上癌症，由於之前2位家庭成員已經花費咗唔少錢去醫病，我唔願意再花另一筆錢去治療，增加家庭經濟壓力，所以明知需要等長時間，我寧願選擇排期喺政府醫院治療，都唔去揾私家醫生即時治療。我嘅家庭醫生就好着緊，擔心我嘅病情未必等得到政府醫院的安排。但係我把一切交託天主，如果天主要召回我嘅靈魂，我會接受。感謝天主嘅安排，好快就被瑪麗醫院接收啦，並仲可以買到平價嘅標靶藥治療。藥物帶嚟嘅主要副作用令我個口腔潰爛，食唔到嘢，嚴重嘅時候連飲水都好痛。我唔希望天主免我你嘅痛苦，但係我求耶穌幫我舒緩一下我嘅痛苦，俾我盡力食到一啲嘢，吸收營養。其實一直以來我心中只有耶穌，對聖母我只係尊重，因為佢係耶穌嘅媽媽，所以聖母喺我心嘅位置係唔係咁重要嘅。但係確診患癌病之後，我同聖母講，如果可以俾我去一次默主哥耶與佢相遇，我就滿足啦。感謝聖母聆聽我嘅祈禱啊！短短時間內喺2025年3月就邀請我參與一個朝聖團到默主哥耶，藉着聖神嘅帶領，喺我有氣有力有魄力，仲可以行上十字架山同聖母山，相比一啲教友仲輕鬆，仲容易上山。2025年年底，醫生同我講，我體內嘅癌指數呢已經跌到同平常人一樣啦。換句話講，我而家都叫做康復者啦。回望過去1年患病嘅過程，我完全感受到天主賜俾我嘅莫大恩寵，俾我一個平安。我從冇質疑過點解我會患癌症，亦冇去考究自己點解會有咁嘅病，反而我感謝天主俾我呢個機會停下來休息一下。
感謝天主透過我身邊嘅人帶領我走好呢條健康嘅路。家庭醫生轉介我嘅，得到適切嘅方案及密約嘅治療，家人嘅支持及為我奔波勞碌，從外國回來嘅朋友幫我揾到去默主哥耶嘅朝聖團，並陪伴我到當地朝聖。亦感謝主內嘅兄弟姊妹為我嘅代禱同鼓勵。默主哥耶呢一次令我重新認識聖母在我信仰上嘅位置。而家我嘅健康恢復正常，天主必有佢嘅計劃，要喺我身上成行。主用得着我嘅氣力、魄力的話，我必侍奉。